后来继续来看刑事局抓到一间被政府征收的翠暗国家队，在疫情的期间偷卖翠暗。这个业者向政府讲，一天敢会当生产35万片的翠暗，但是其实因是把部分的机器刷到子公司来做翠暗，讲为2月开始至少偷卖70万片的翠暗。来，咱们去看情况。 调查人员和海巡署来到台中一间翠暗工厂内底，看到一箱搁一箱的纸箱，内底拢是医疗级的翠暗。咱来看生产线，翠暗搁继续咧制作。这间翠暗工厂算讲是翠暗国家队之一，业者甲政府讲白菜，家己一天会当生产35万片，但是私底下甲部分的机械刷到其他公司，甚至甲不良品补强了才搁卖。 这个热熔枪啊，或者是一些剪刀的加工具啊，很简易的来修补之后，在没有卫生管制的情况之下，就再回收，然后对外贩售。至少初估我们所掌握到的，初估它的这个所贩售的70万片非法交易的部分，大概获利至少在500-600万。刑事局追查，业者是用一片10块的价销卖出去，转卖到小盘商了后，一片翠暗。 16块，有半小感觉讲奇怪咧，才向警方检举。这间公司是算翠暗国家队，但是吨货又搁乌白牙介绍，依照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，甲纾困的进行特别条例，上悬会当罚500万。